接力組10公里嘅接力組4位嘅朋友仔咧，去到咧就係我們嘅位置，大家記住，有多啲想跟住我哋一齊起步，即係各位跑手咧，即係都可以陸陸續續咧就行到過去。不過咧特別提一提，10公里接力組咧，首先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好，你好啊，君欣，我喺度等你啊。黑色嘅。參加咗呢就係10公里接力賽路線嘅參加者咧，記住依照翻呢工作人員嘅指示啊。係啦。我哋8點15分，你哋想嚟跑下 Kenny？ 好似即係雖然唔係比賽啦，但係都係好似大家都要盡大家最大嘅努力，去為你去跑出希望。一陣你咪都會起跑。我係會撳呢個 BB 起跑嘅。咁啊期待咧，大家可能如果大家跑上見到路嘅時候咧，老實實大家跑嘅時候記住唔好淨係掛住望 Stephy 啊嚇，記住望住前面嘅方向啊咁。因為咧我哋8點15分咧就會開始男子組起跑，而 Stephy 咧同埋 Kenny 咧都會擔任我哋明槍嘅嘉賓嘅，不論係男子組啦、女子組啦，同埋我哋10公里就係接力賽啦咁所以咧嗱我哋時間咧都仲有嘅，咁所以咧我見到一排係8、6、5、4、行開啦3、2、1。跑手每次經過呢一點要攞一條手帶。每位跑手每次經過呢一點要攞一條手帶。每位跑手記得攞手帶。要攞一條手帶。跑手每次經過呢一點要攞一條手帶。每位跑手經過呢一點要攞一條手帶。兩條手帶節奏衝線，兩條手帶節奏。好，加油加油！點啊！小心上坡啊！單車啊！單車！加油！行啦！最後啦！ 300米啊！車頭上車頭啊！ 加油！有棵樹啊！加油！
同埋明明都唔係自己跑，但係好緊張嘅心情，又想即係好似想等佢哋佢哋快啲啦，可以起跑啦，又等佢哋可以有好啲成績啦咁樣。咁同埋見到佢哋咧充滿活力嘅，每一個人都咁早起身，但係都好精神咁，所以係非常之開心嘅。係，我以後好多謝你作為一個明窗嘉賓，因為你令到佢哋更加精神嘅。其實唔緊要，追唔追時間都最緊要係嗰個心嘅，係。冇錯，即係心係最緊要。你即刻嗰度俾咗心你嘅各位，收到晒。其實頭先提過啦，喺2017年嘅時候就第一屆咧就係愛女孩啦咁，但係同時之間咧啱啱提到啦 Stephy 你之前我哋培育會工作咧都咁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已經咁。我都好記得當初第一次同培友會合作嘅時候，咁同佢哋傾開啦，佢哋亦都好細心咁同我講解佢哋嘅工作啦、活動啦咁樣。其實我都有個疑惑啦，當初就係點解係愛女孩咧咁男孩咧？係我都係咁諗嘅，開頭時候係點樣？咁慢慢就同佢哋合作多咗啦，咁同埋聽佢哋即係好細心咁同我去講唔同嘅情況啦，咁所以就開始明白到，即係亦都令我反思到，即係原來我哋即係身處喺香港咁幸福嘅社會啦，咁幸福嘅地方，其實我哋真係原來唔知道一啲貧窮嘅角落同埋一啲發展中嘅國家，其實原來仲有性別不平等嘅呢一樣嘢。咁所以即係令我即係會覺得啊，係點解即係佢哋咁用心去做呢一件事咧，係非常之有意義，因為真係好多嘅女孩，頭先阿 June 都講咗啦，係面對好多即係我哋想像唔到嘅問題啦，童婚啦。性暴力啦，即係一啲不公平嘅對待，咁所以即係我都覺得好想即係身體力行去支持佢哋，咁令更加多人知道世界上有咁多嘅女孩子係需要我哋去幫助。係，其實你因為我覺得即係當時嗰個訪談咧，即係大家即係傾偈嗰個過程係令我好深刻，因為嗰個女仔就係佢曾經被賣咗去做奴隸。咁佢就講述翻佢當時嘅情況，就係佢喺個地主嗰度啦，因為佢係女性啦，可能就有即係不平等嘅對待啦。咁佢每一日就係未天光，即係早過我哋咁夜鬧啦，跟住又冇飯食啦，即係可能淨係食啲剩飯剩菜啊，病咗又冇得睇醫生啊。咁所以即係對佢嚟講，我聽佢一路講咧，即係嗰種感受到佢當時嗰種冇希望同埋冇自由嘅嗰種真係種絕望，係嗰種絕望嘅心情。咁所以我係非常之深刻對於呢個女仔。咁所以即係都即係好似頭先即係當地嘅情況原來係咁樣，係需要大家幫助。其實 Stephy 可能啱啱想翻你去到當地嘅時候一個深刻嘅探訪，但係對我嚟講一個深刻嘅一個畫面嘅時候，我記得好耐之前咧有一次嘅活動上面，就係 Stephy 咧同你嘅在培育兒童成長計劃嘅一個小女孩。一齊咧喺嗰個即係環境上面咧傾偈，跟住啲相咧就係你哋我唔記得係咪一齊搭電車啊？電車，我好有印象。飲茶食點心。係啊係，呢個係咪都係你一直支持？因為其實你都係一直支持咧，就係培育兒童成長計劃啦。係咪都係一直堅持嘅原因咧？其中一個咯，因為我覺得去探訪係真係令我完全嗰個世界觀咧都改變咗。即係何況我其實都係去咗幾次對面去交談，或者真係了解咗當地嘅情況嘅時候，女孩嘅情況嘅時候，其實你會睇得到佢哋眼神一種渴望，你會好想去幫助佢哋，去解決呢一個咁不平等嘅對待，解決佢嘅枷鎖，令到佢哋有自由。咁所以頭先你所講就係嗰個女仔啦，即係上次佢嚟嗰個係佢已經18歲，係咪18歲啊？10幾歲，即係由咁細個開始。咁所以睇住佢哋好健康咁成長，咁都係即係非常之開心。係，所以咧就係接受咧就係主辦單位自從呢個紀念品，有請咧就係國際培育會香港董事局主席梁漢嘅阿 June 上台咧就係頒發呢個感謝狀嘅，有請阿 June。
再次咧俾大大掌聲，支持咗我哋真係10幾年嘅我哋嘅大使啊，名譽大使 Stephy 鄧麗欣，因為佢都好早嚟到啊，我想話俾大家聽。OK，Stephy Fantasia， 有請李美嘉小姐上台接受。開心開心。其實我諗好多嘅工場物都佢都覺得有份責任，就係宣揚就係共融啦，亦都係宣揚愛啦咁，所以佢哋今日咧嘅 fans club 咧都一齊跑㗎。好，唔該晒兩位，可以到台下就座啦。咁跟住咧就係好啦，望翻我哋大會 space 先啊。我哋俾個手勢係 Candy 話一個叻，因為今日現場嚟到每一位嘅跑手又好，嘉賓又好，都係唔止一個讚兩個讚嚇。好，我哋嘅仲有我哋嘅 video 係咪？好，數數 video， 我哋數1、2、3，三聲好唔好啊？1、2、3，好，拉開呢隻相，冇錯。其實大家就見到啦，就我哋好希望就係透過培養嘅項目啦，難民旅行能夠咧就係接受教育，用知識改變命運。再次感謝咁多位嘅朋友仔，都係攝影師嚟補翻呢一張相先好嘛？因為咧可能我哋一開頭 cover 嗰個女孩子咧，佢都仲係有種失望，但係大家見到嘅3位嘅女同志，反轉呢張風波好唔好啊？一齊讀，最緊要一齊讀下，準備1、2、3，守護難民女孩，奔向自由與希望。再次多謝晒咁多位嘅跑手今日，亦都多謝晒台上面咁多位嘉賓 ，thank you。咁我哋攝影師翻張相先。如果你唔攰嘅話，我好攰啦，好明顯你睇到個樣，綜合多啲咯，應該。有一段時間要行，真係頂唔順。係啊，係好到，唔係叫大家知道邊有嘅。10點20分起步啦，主席佢哋。啲人心下，咁好啲啊！都有我啦，好啦，10點半。喂，你指定嗰啲廠方面，即係20分鐘之後起步嘅。哇！唔係扮跑，係啊，咁我要私人教，S 私人教。收得要白跑，要跑。點整？